浙江東北部溪山環繞，澗水縱橫，藏住一座兼具千年文物與江南風情嘅城市肇慶。作為古越文明嘅中心、名士之鄉，呢度擁有3處世界級遺產，被官方認證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、國家文化和旅遊消費示範城市，更係書法勝地與江南水鄉嘅經典代表。肇慶擁有3處世界級遺產，各有特色。大運河肇慶段作為世界文化遺產，保護住106處物質遺產要素，見證咗千年河海聯運嘅繁華。GK 吉蓋井灌工程係世界灌溉工程遺產，118口坳井依舊發揮作用，體現古人嘅治水智慧。會溪山古香湖群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，7.2萬株百年古香台樹蒼勁挺拔，見證千年農耕文明。除此之外，蘭亭作為中國4大名亭之一，係書聖王羲之揮毫蘭亭集聚之地，成為舉世聞名嘅書法勝地。魯迅故里沈園景區作為國家5A 級景區，唔止係文豪魯迅嘅故鄉，更有沈園88年、宋代園林語錄遊、唐婉嘅愛情傳說，係官方重點打造嘅人民示範景區。除咗人民與世界遺產必遊景點方面，八字橋作為宋代古橋，係肇慶水鄉格局嘅生動體現。青石板橋影住碧水，盡顯江南溫源。書聖故里藏住王羲之嘅物跡與故事。提線橋、墨池等景點，處處彌漫書香。倉橋直街保留咗清末台門風貌，一河兩街煙火氣濃郁，係體驗水鄉生活嘅必到之處。美食方面，官方認證嘅地道粵味有醇厚綿長嘅肇慶黃酒、肥而不膩嘅梅乾菜扣肉、鮮美嫩滑嘅西施豆腐，仲有外酥裡嫩嘅肇慶臭豆腐，每一口都係粵香之味。交通方面，肇慶東站、肇慶站可便捷抵達肇慶興寧國際機場，有直航往返香港等地。市內老城區景點集中，可乘坐烏篷船或共享單車穿梭。地鐵覆蓋主要景點。如果你中意書法文化，熱愛人文與水鄉風情，肇慶絕對係不容錯過嘅目的地。